看到即馬這中東的戰爭是拍正咧，即馬呢，這原油的價格一桶差不多是100塊美金。真濟航空公司已經宣布，這飛長途的機票已經要來起價啊。也那美國政府呢，即馬為着因應，所以有暫時來放領對羅西亞石油的制裁。也那另外一邊，這歐洲甲亞洲呢，是有民眾因為這能源價格數起價，驚上價額頭抗議。美伊戰爭造成航運封鎖，讓全球能源的價格貴三三。美國財政部10日宣布，為了確保全球能源穩定，會暫時批准羅西亞做能源相關的金融交易，來消除供應的壓力。英國首相史凱尼嘛去北愛爾蘭視察，伊講能源的成本已經成做家庭重要的負擔，政府當咧密切關注保持溫暖用油對家庭的衝擊。I've asked the Treasury Minister to talk to the executive here about particularly the heating, oil-based heating in homes, and how we can coordinate our response to this because of the prices increasing because of Iran, and get our arms around that. 幾啊千個勞工行去街仔路，還佫有人掛低的面具來敲洗資本主義。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民眾抗議因為能源欠缺引起的惡性通貨膨脹，示威者批評政府減少補貼，計劃性延後退休的年歲，讓百姓的生活愈艱苦。面對地緣政治引起經濟無穩定，民眾是真不滿，要求政府愛先顧人民的生活，不是追求外交的策略。Et on a besoin de pouvoir avoir des loisirs, avoir des occupations extérieures. Et si tout commence à coûter au niveau de la vie de manière générale, on va devoir réduire à un endroit et ce sera généralement dans nos loisirs. Et c'est pas une vie malheureusement. 亞洲國家嘛展開緊急的措施，南韓政府宣布，為這禮拜5開始，國內石油產品實施上懸的計價的制度。親像汽油一日是1724韓元，差不多台票37塊。嘛禁止囤石油產品。另外，包括法國航空、荷蘭航空在內幾個經營者，因為袂動力燃料成本的負擔，遠途航線的票價已經起價。紐西蘭政府考慮重新啟動法規，限制民眾塞車。澳洲政府嘛宣布暫時放領汽油品質的標準。Today I have decided to relax the requirements under the Fuel Quality Act, Mr. Speaker, when it comes to sulphur content on a temporary 60-day basis. This will see 100 million litres of fuel extra flow in Australia a month over that time. 在印度甲尼泊爾，因為雅素欠缺，甚至乎真濟餐廳都要重新用香茶來煮食，菜單的品項嘛減少。即馬中東的戰火看到也未要結束，這場為能源水路引起的全球連鎖反應，當咧互各國的政府佇咧通貨膨脹的危機甲外交立場之間，做出更較困難的決定。公視新聞鄭偉仁編譯。